我是克夏佛教中心的徐小清讲法师，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这个视频分享这一系列的视频分享，主要都是在介绍我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故事。那分享内容呢，主要是就是根据这一本承诺，这本承诺内容里头的照片呢，那超过95%都是摘自书中的照片。那这是一个就是充满精美图像的一本生平传记。那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克夏拉禅修林，那现在呢再继续给大家看图片。那我其实把每一个分享都尽量控制在差不多30分钟之内。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比较怎么说呢？不会拖太长，而且不会太闷。那这张图呢，其实刚才大家看到2张不同的图，就是分别2张图。其实这2张图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那这样子大家也能够看到一个克夏禅修林的一个就是主要的活动地区的一个全貌。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个是一个偏高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的就是文殊山。文殊山中间那条大路呢是前往大门的方向，右边的呢这个区域呢，这是我们的杜嘎公寓。那接下去会给大家看里头的一些细节。那我们逐一介绍，因为其实有很多图片。那这个呢是在克夏拉禅修林，克夏禅修林里。在主要的活动最中心点有一个叫智慧殿的一个就是一个主要是祈愿大堂之类的。那在智慧殿里呢，有仁波切的会客室。那这张图片呢，这个就是从仁波切的一个会客室里拍摄的。这是特别的多杰雄灯神玉像，就供奉在仁波切位于智慧殿的会客室中。那因为仁波切说，神谕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至关重大的角色，因为他们是我与我的佛教护法神多杰雄灯沟通的媒介，因此我特别造了全世界第一尊多杰雄灯神谕降神像。那这个是大家看照片看到的栩栩如生的，这个是神谕穿着全套的一个就是仪式的一个服饰。的照片，就是整个造型。仁波切其实他就包括，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仁波切当时在上师第一次提出就是指示他到国外弘法的时候，那仁波切也是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十分尊重多杰雄灯多杰雄灯护法给予的一个指示。那多杰雄灯要跟我们就是人沟通的话呢，他都会透过神谕降神的方式来沟通。虽然仁波切说神谕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比如就是在西藏佛教传统，就是很多寺院的一些重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怎么说呢？有些重要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都会请示护法。但请示护法的时候，通常都是会透过神谕来作为一个媒介。这里是智慧殿内的其中一个角落。那接下来这张图，那大家看到这张图呢，是智慧殿里的主要的2尊像。这是智慧殿里这供奉了世界最大尊的多杰雄灯像。那这尊多杰雄灯护法像呢，它的高总共是25尺，那是全世界最高的多杰雄灯像。那这张图呢，这个是智慧殿的就是前方。
智慧殿的面积总共是有11000方尺，是一个适合讲课、闭关和禅修活动的舒适与开阔空间。那在智慧殿的前，就是入口处呢，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算是一个文物中心的，大家可以就是就是有售卖一些文物啦、一些书籍啦、一些佛坠之类，还有包括佛像是可以供人家迎请回家的。那这一张呢，这是智慧殿的大门口，这是夜晚所拍摄的一个照片。那前方都是一些就是人们所进行的一些灯供。那前面这一尊是宗喀巴大师像，这一尊宗喀巴大师像呢是8尺高，是属于就是长寿像。那仁波切常鼓励就是弟子啦、访客啦，时常进行灯供。那灯供在佛教里，它的意义是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那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家里有人病了，或者是紧急情况，或者是往生了，那仁波切都会鼓励人们做出大量的灯供。那其实这些灯供呢，常常就会供养在这个智慧殿的前方。那这一张呢，这是智慧殿内的一个照片。中间这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呢是13尺高。那这张图片拍摄的时候是，就是一场法会在进行中的一个图片。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像后方呢是我们的多杰雄灯护法像，而多杰雄灯护法像的两旁的墙壁上，那是传承上师们的一个他们的经声。那智慧殿其实是举办各种活动的地方，所以当时就几年前呢，我们的尊敬的第7任庞罗神谕在2015年，在智慧殿主持长达3天的聚宝香加持法会。那这张照片也是在智慧殿拍摄的。这里显示的是我们的尊敬的庞罗神谕呢，在进行降神的一个图片。那接下来这一张呢，这个是仁波切在智慧殿内的会客室，就是仁波切当时在智慧殿的会客室里拍摄的图片。那中间最上方最大这张图像呢是就是我们的智慧佛文殊菩萨的一个像。那这里呢，大家所看到，现在目前看到这一个是直接摘自完整的摘自承诺这本书的其中一页。这是2017年下甘丹前住持尊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前来拜访克西拉禅修林，并在拜访期间在智慧殿主持一系列法会的照片。那待会还会给大家看更多关于就是克西拉禅修林的图片。那现在呢，先让我们介绍一下仁波切跟护法的一些怎么说呢？仁波切跟护法的一些情况。这个小题是这一个时代的守护神。仁波切一直都希望人们能够透过佛教修行的管道获得益处。由于怀着一颗慈悲的本心，
仁波切善于用能吸引现代修行人的方式来传授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殊胜教诲。为了给那些刚接触藏传佛教的人们提供一个快速且见效的修持法，好让他们看见佛菩萨的加持如何帮助他们的生命，仁波切跟他们分享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这是过去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且只传授给一心希望修习佛教密传教义的行者的修持法。当人们目睹佛菩萨有力的加持后，信心会在他们的心中升起，他们对佛教及佛法也会有新的见解。最重要的是，这个在心中升起的信心将支持他们收获修行道路所能得的究竟利益。根据传承上师所言，多杰雄的护法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有着特别深厚的因缘。换句话说，这位佛教护法神能够非常迅速地帮助与他有缘的人们，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仁波切就会运用创新及革新的手法，传授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及其愿文。仁波切也曾说自己不是为了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而这么做，而是因为他珍视自己的根本上师至尊迦杰颂仁波切。至尊颂仁波切于1983年给了他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仁波切深知迦杰颂仁波切的任何教诲都无疑是能够饶益众生的，再加上本身修持此法也见证过其殊胜之处，因此仁波切继续透过各种方式向上中下根器的行者弘扬多杰雄登护法的修持。这是仁波切坚定的上师依止心及个人经历的结合，促使他成为当今时代其中一位直言不讳、勇于弘扬多杰雄登传承且备受敬重的上师。那我们其实之前都关于仁波切跟多杰雄登护法，我们之前介绍了很多。那其实当然仁波切会推广这个护法法门的一个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修持法是他最敬爱的根本上师至尊颂仁波切传授给他的一个修持法门。那当然后来仁波切自己本身修持了，也亲身见证了体验了这个修持的好处和它的殊胜的地方，就对上中下修行者也都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所以仁波切就知道他就是明白这个时代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接触佛法，也怎么说呢，就必须亲眼看到或见证各种的好处才愿意相信。所以多杰雄的护法的法门呢，能够快速有效的帮助人，所以这是一个能够吸引现代人学佛的一个善巧方式。那仁波切当然在修持在推广多杰雄登护法修持的当然面对了不少阻碍，但是这是仁波切是一直勇敢的坚持那么做，所以他呢是当今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积极推广多杰雄登护法修持的上师之一。那这是尊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也就是下甘丹寺的前住持。为什么看这张图片呢？这里因为主要引用他的一段话，他说：迦杰赤江金刚持和迦杰颂仁波切所修持的一切，詹杜古仁波切都继续坚守着同样的修持。迦杰颂仁波切、迦杰赤江仁波切和许多人都把多杰雄登和金甲玉护法视为他们的左右眼，并严格实修这些修持。同样的，詹杜古仁波切也追随他们的步伐，对多杰雄登拥有无比强大的依止心。他想方设法向全球各地推广多杰雄的修持，只要能做到的，他都会去做。那这是甘丹寺前住持尊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也就是图片中的这位大师所针对仁波切跟多杰雄的护法修持所发表的一段话。
那刚才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说过，仁波切他对于护法和对于神谕呢是十分看重的。那这里呢，这张图片大家也看到，就这是一个在克切拉禅修林智慧殿里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降神仪式上拍摄的一幕。这张照片呢是在2015年6月21日拍摄的。那新的这个小题呢是700人信睹佛现，怎么说呢？在这里给大家念一念。2015年6月21日，为克切拉的历史写出殊胜的新篇章。因为尊敬的第7任庞龙神谕首次在马来西亚降神处世间护法多杰雄登及卡切马波，在仁波切的支持、鼓励和引导下，再加上数个月的学习、筹备和训练，当日降神过程中的整个祈请仪式皆由非藏人执行。除此之外，克切拉也按照传统方式替智慧殿完成设置，尤其是降神仪式的中心点法座的设置。为了确保神谕在降神的时候不会弄伤自己，克切拉甚至特别改造该法座。果然，当日的降神一切顺利无碍，克切拉同仁全体上下一心的成果，便是出席当日降神仪式的700人有幸与佛会面。对降神仪式稍微熟悉的人都说，多杰雄登护法于这次的降神中无需繁杂的祈请，便很快速且轻易地进入庞龙神谕的身体。这是占都古仁波切与上师有着亲近三昧耶的明显征兆，也是因为多杰雄登护法与仁波切及克切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在这个2015年呢6月，这个就是就是整个马来西亚首次的一个怎么说呢，公开的一个降神仪式，多杰雄登护法卡夏马坡的降神仪式上，整个迎请这个降神的这个团队呢，都是克切拉本身的成员所参与，就是所进行的。而且整个仪式呢，都是马来西亚当地人。那包括整个法座的一个，就是整个仪式现场的设计啊，和法座等等，那都是由仁波切亲自一丝不苟的去怎么说？由弟子去执行了，仁波切呢是会亲自监督每一个细节的。那所以当天的降神仪式是相当顺利，而且在迎请护法降神的时候，就是护法来临的非常快速。那其实大家如果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某位上师，就当我们跟上师的就是一个赞美也很亲近的话，其实通常呢，迎请护法的降神仪式都会相当顺利的。那这里另外就是一些当时的一个图片。那这是第7任庞龙神谕跟仁波切就是现场的一个照片。那可以看到护法跟在都古仁波切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那这一张呢，是卡切马波向多杰雄登供养生语意，表示对仁波切崇高敬畏的一个照片。那护法降神的时候，那这当时降神呢，是从他的服饰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位当时降神的这一个是多杰雄登的主要大臣卡切马波。那降神之后呢，通常他们就是护法呢都会就是他们都会向上师先做供养。那这张照片呢，就是卡切马波向尊贵的占都仁波切供养生语意的照片。那接下来这2张呢，这分别是尊贵的占都仁波切的资深弟子向护法神供茶和供吉祥米的一个照片。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克恰拉禅修林里的另一个建筑。这一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栋楼。这个小题呢叫庞龙精舍建义国，雄登传承扬十方。那听这个标题的话，大家一定知道这一座建筑物或者是一个别墅，一定是跟庞龙神域有关系。那给大家念一念。原来的庞龙茅棚位于西藏，是历代庞龙仁波切及历代庞龙神域的住栖地。庞龙神域的承系普希，如今来到了第7任庞龙神域。以庞龙为名的历代神域，在藏传佛教行者间尽人皆知的是，他们降神多杰雄登护法和其他佛教护法神，以及他们给出的精确预言和建议。庞龙茅棚在1959年间被摧毁，自那时起，人们曾尝试重建庞龙茅棚在西藏的遗址，但未成功。而在2015年，多杰雄登护法在智慧殿降神时，仁波切的其中一个请求，就是在克恰拉禅修林的土地上重建庞龙茅棚。多杰雄登护法准许并赐予加持，建筑工作紧接着开始。今日重建好的庞龙茅棚被称作庞龙精舍，是当今时代最著名的多杰雄登护法神域的宅邸。那仁波切在我们刚才说过嘛，在2015年，第7任庞龙神域濒临马来西亚，可能在首次公开在马来西亚进行多杰雄登护法卡切毛波护法的一个降神仪式。那就在同一个仪式上呢，仁波切就提出了好些疑问，包括克恰拉未来的方向。等等，那其中的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他能不能在克恰拉禅修林这一块土地上，为庞龙就是重建庞龙茅棚，因为原本的庞龙茅棚呢，它是历代的庞龙仁波切庞龙神域所居住的地方，但是在1959年呢被摧毁了，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在相同的同一个遗址上重建。那仁波切就希望能够在禅修林克恰拉禅修林这个地方重新建立一个就是说为了延续神域的这个传承呢，仁波切希望能够在克恰拉禅修林这个地方重新打造一个庞龙茅棚。那多杰雄的护法呢给予批准了，仁波切就立刻马不停蹄的立刻就打造了这个别墅式的庞龙精舍，所以目前称为庞龙精舍。那这张照片呢是当时在仁波切亲自供养这个庞龙精舍给尊敬的第7任庞龙神域。那关于克恰拉禅修林的一些介绍呢，其实还有好一些图片，我看看还有时间就给大家看一看。那这里还有一张图片，那这张图片呢？这个是克恰拉禅修林主要活动中心点的另一个角度的照片。最左边的呢是杜嘎公寓，杜嘎公寓其实就是住在禅修林内的人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中间呢山上的那个是文殊山，右边这个呢就是智慧殿。
还有时间的话，可能再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哎，还有，那好。OK， 这个是刚才介绍的杜港公寓。那杜港公寓呢，再给大家看一个外围的图像。好的，这个是。这个是智慧店。好，这个是杜港公寓。那杜港公寓是主要是禅修林住在禅修林内的一些仁波切的弟子们所居住的地方。它是由货柜箱一个一个的货柜箱组成的一个公寓，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一个概念。那这是外观，那里头呢？哎，里头有这一张，这个是杜港公寓的怎么说？它整个建筑特色呢是天花板很高，空间是相当宽敞的。这个是会客室内的一个照片。这个呢是杜港公寓的，算是一个食堂和活动处的一个照片。那杜港公寓所提供的是别具一格的群居生活空间，旨在培养人们对他人旨在培养人们对他人及他人需要的觉知、觉察能力和共鸣意识。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有一些沙发，就是可以大家坐下来讨论啊、分享啦，的一个地方，聊天休息的地方。那再往前去呢，有看到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餐桌和餐椅的，这是算是类似一个用膳的地方。左边呢，这是个公共厨房。所以是住在里头的就是仁波切的弟子或者里头的一些员工嘛，是可以在这里大家去煮啊，自己准备自己想要的食物的地方。那大家看到一箱一箱的这些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个别人士，就是住在里头的居民的房间。那这个是杜港公寓。那这张图呢，这个是文殊山。那文殊山呢，在文殊山的半山转弯处呢，就有一个这个四臂文殊的一个金身，它的像9尺高。那清晨呢，或者是夜晚呢，常常都是有很浓的雾的，是很凉快宁静的一个地方。那仁波切特别吩咐弟子的在附近周围建了，就是种植了竹林。那目前这是比较早期的照片。那目前这些竹林都已经很高了。再来这一个呢，这个是在克夏禅修林的偏中心点的一个货柜屋。那其实货柜屋原本不在这里，它是在另一个地方。不过后来呢，那个地点已经建立了一些建筑物。为什么会有这个货柜屋呢？因为这是仁波切原来的一个货柜屋，曾经是仁波切居住、办公和筹划禅修林每一个阶段发展的地方。那仁波切也在此进行每天的禅修、法会和土地加持等仪式。
使得此处弥漫着灵修力量，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加持力的圣地。那会把这一个货柜屋特别的留下来呢，是因为当时当克夏禅修林还是一片森林的时候，那最初就有了，怎么说呢，在开始开发的时候就有了这个货柜屋。那仁波切亲自住进这一个当时还算是充满蚊虫啊、蛇啊之类的一个森林里。仁波切每天亲自进行法会，为这片土地祈愿呢，来亲自每天亲自去策划和监视整个克夏禅修林初期工程的一个发展。那货柜屋内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简单的就是设计，就是有柜子啊，有一个床啊，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很重要就是有一个佛坛。那目前呢，这个货柜屋是供前来参观克夏禅修林的人参观和怎么说呢，和朝圣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仁波切在里头进行了许多的一个祈愿，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有很浓厚的一个灵修的力量，是有很大的加持力的。那仁波切的弟子呢，为仁波切打造了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是仁波切弟子，这个叫占拉章，是仁波切所居住的地方和他的助理们居住和办公的地方。那包括礼品楼也在这附近。那接下来呢，这个是摘自承诺这本书277页的一个图片。最上面那一个呢是鸟舍。那大家知道仁波切对动物保护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呢，这个鸟舍呢是许多被拯救的鸟儿和2只乌龟的家。那目前这些居民，就是鸟舍的居民已经有增加了。那这些动物呢，在仁波切和弟子们的照料下，已经从病痛中完全康复。那下角的这张图呢，这个是一个鱼池，这个鱼池里养了许多品种大小不一、被拯救回来的鱼。那池中央这一尊宏伟的9尺梦境文殊菩萨像，周围的花园环境很翠绿，是一个适合放松身心、进行禅修和冥想的地方。那右边呢，这里显示的是我们的天然菜园的草药园。那仁波切其实一直很鼓励弟子们在这片土地上自己耕种蔬菜和种植草药。那这一个呢，也是直接摘自书上的一张图，就是其中1页的图。这个是怎么说呢？右边是杜姆道，它是沿着天然的一个就是小丘，沿着天然的地形而建的。一路上是有树遮阴，非常安全宁静，而且很适合行禅。那禅修者也可以在杜姆像前祈愿和做供养。那在这个杜姆道的入口处呢，就有一尊石头打造的杜姆像，所以就旁边这里大家也看到就可以供灯的地方，在左上图。那在杜姆像的后方呢，其实也是有一条小径的，所以怎么说呢？大家其实可以在就是佛像的，就可以绕着佛像行走，就是多累积一些功德，或者是净化自己的一些业。那再来呢，这张这个就是克夏禅修林的鸟瞰图，就整个克夏禅修林的，就是从上空拍摄下来的照片。
大家看就是照片的左边呢，左边就是有山上那个是文殊山，那沿着小路就是沿着文殊山下来，下方左边呢有一排的一个就是屋子，那个是杜嘎公寓。那偏中间呢，中间这整个图的中间最中央那一个是智慧殿。那再下来这一个长形的右下方的这个长形的建筑呢，就是占拉藏。那好的，这一节呢，时间的关系我们有点超时了，那这一节的分享就到这里。好，那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明生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施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明生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